湾常常咧发生地动，伫咧古早时是透过地动仪来监测地动。气象署就关超过100档历史的11台地动仪，和高雄科工馆，要互大家来了解地动仪。 研究员当咧介绍这台是已经超过100档的地动仪，是为1900年开始使用，是利用发条、反奶油甲针的原理，但是发生地动，机器会侦测浸泡甲时间。落尾研究员会参考其他所在地动仪的数据，来算出伫倒位有地带发生，地动有偌大资讯。所以利用时间，利用无同的所在，咱会当测到这地动的记录。 咱会当算看讲，这地动伊的地点是伫对。台湾是伫1897年设置第一台地动仪，科工馆这摆展览拢总有11台地动仪，年代是为1900年到1993年拢有，佮有图表来说明每一个年代台湾发生的地动。这机器拢经历亲像1906年的梅山地动，佮有921的大地动等等。看了后才知影，哇，就故意这几个就有这个仪器，然后就可以去测量这个地震。就有4台机械，伊真正会当行，毋免食电，佮真正会当测量。吼啊，但是你讲伫遮会当测到地动未？会当测的，但是无度推算。这种机械式的地动仪是为1988年才无用，到打是用卫星来精准记录。这11台地动仪是由中央气象署来关证，科工馆修复其中的4台，重现迄当时机器操作的方式。台湾当年有感的地动超过几百摆，这个地动仪也见证科技文物流测的历史。记者张义辉、邱昭勇高雄报道。